你居然要打女人！你竟然敢打女人！你也打女人啊？霸蛋！最幸福的女人了。一会儿你自己打车走吧，待会儿还有人来呢。怎么了？你还不想走啊？行，我走。还有这种规矩吗？好吧，那你们谁先上？美女，你确定这是跆拳道馆吗？喜欢我，喜欢我。我去，这到底什么地儿啊？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乖，都长高了。谢谢助教。教练，这位同学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问我。教练，请问你教的是跆拳道吗？我们这里是最正宗的跆拳道。教练，晚上吃的韭菜吧。不好意思。教练，你长得可真娘。哪天介绍个帅哥给你认识啊？我真的很娘吗？那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我，他就不喜欢我？我警告你，袁明礼是我男人，如果你再敢勾引他的话，那就不是挨踹那么简单了。你给我等着啊！哦，我的腰！
哥找你，好帅啊！白小姐，又见面了。小凡凡，哎，这么心急啊你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帅哥许思凡，这是我们的道馆教练岳林教练。教练你好。我在丹枫白鹭法餐厅定了一个位置，希望白小姐能赏光，一起吃个饭。牛排太硬，塞牙，不吃。那白小姐说你喜欢吃什么？什么都不吃，戒了。那不如咱们俩去看一场电影吧。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好看，叫《东莞爱情故事》。不就是一路向西吗？我电脑里有，你看吗？那我就直说吧，白小姐，自从那天见到你，我的心就像一块被微风吹皱的湖面，再难平静。白小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考虑和我约会，不枉我们匆匆而逝的生命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等你回复。你们说说，娘炮不娘炮啊？一片被微风吹过的湖面，不愧对于我们匆匆而逝的生命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哎，还挺香哎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去吃药。哦，我的药啊，我也该吃药了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到这里来，不要再勾引袁明礼。你是不是嫌上次那脚还不够狠呢？你上次暗算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多亏你跑得快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居然要打女人！白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竟然敢打女人！你也打女人啊？霸蛋！为了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秘制奶茶。我不渴，谢谢。姐们儿，你在这坐了2个小时了，加上刚才说的5个字，你总共说了9个字。前4个什么字儿？厕所在哪儿？当时你不在。你快点说吧，你再不说的话，我们老板娘的毛衣都要织完了。你看，单小姐，你就算再怎么伤心难过，也改变不了他是个混蛋的事实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值得你再走心，那你就索性放下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如果呢，你要是还是打不开这个心结，每天恨得咬牙切齿、头疼脑热，不妨说出来，让我们帮你整垮这个王八蛋。对，勇敢说出来。说出来。有糖吗？要战斗已放宽，精彩又怎样？爱情的使用。
你不要碰我！装什么水枪？来就这么多人，懂不懂得尊重人啊？我操！你说什么呢？跟我玩清纯的？那找去东莞找去好吗？啊，来来来！不要碰我！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没事吧？我叫袁明礼。我叫沈江。跟我走吧。你说我的，你知道吗？Hey you，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你莫名动了心。So baby， 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，我们玩个游戏，叫 LOVE。给你1分钟，你若还不心动，你就是没中，装再酷也知都没用。Baby， 你不会懂，我就是要你心机。我恋爱了，你可是大人的等级。老公，没事啦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